大早晚9點，日圈成員出去見店店門口等人嘞。大家去開店哦！出去啊！開店吧。卡邦求生户，一家送到南北，另去關東區標好食。大家禮拜六、禮拜日係每戶做生意時間，未係沙區成員注意其他嘅一個。這邊是我們放娃娃的地方，然後裡面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娃娃。怎麼賣？是2個50元，2個50。然後這邊是我們把那個就是在裡面擺不到的東西，我們都把它拿出來擺。然後這邊是我們擺出來的皮帶，然後這邊是就是有民生用品、日用品，然後這裡面都很多東西，然後都很便宜。都賣多少錢？有些5塊、5元、10元、20元都有。也係一件有沙區成員見人嘅藝術商店，平常時兩條社條街或去圖書，所以小禮拜2日就要開門做生意。你們在這邊都會做哪些事情？整理物資，然後還會把髒東西擦乾淨，然後再標價，然後再上架。那你最喜歡做哪件？整理物資。為什麼喜歡去？因為裡面有些我們沒看過的東西，然後我們會覺得很好奇，就拿起來玩的。會變成現在這個二手物作為一個基調，然後帶着孩子做生意過生活，其實是社區的理事長楊君碧他的想法。他覺得環保再利用，然後惜物好。應該是鄉下的孩子應該要學習的。這邊的孩子的整個家庭狀況反映的，大概就是整個台灣的家庭狀況比較是經濟的弱勢，好，隔代教養的比例很高，好，單親的比例很高，然後有蠻大一部分是外籍配偶的小孩。謝謝，再見。是誰寄來的？兩位入對全台灣各地區嘅關心，見到禮拜2日，總會收到各地寄來嘅物資。跳下馬掌快上，從頭為主上唔到嘅驚喜。哇！這個老師沒辦法，這個我不會啊。好，那這因為一整箱都是我都沒看過，那我們就先我們把桌子的整理好。這個我還比較會整理。好。唔過上市，佢哋行為做微笑破碎。你拿電池來把它裝進去好不好？哪裡有電池？你把後面打開，這個是前面的電燈，這個是時鐘的。爽，丟到裡面去。這是什麼？現在幾點？9點半。9點半，調時鐘最好都是順時針。你調到那個鬧鐘了啦？這個啦，這個。二手貨，然後就是有些人是別人捐的。然後假如說沾東西，我們會把它分，然後再把它擦乾淨。你們會整理過就對。我們假如說壞掉的東西，我們就會給它處理。收到物資本嚟個後就開始搭價錢，外賣幾多做下有2圈成條價嘅鐵。這個大概1個10塊，1個10塊。要到在外面也100塊。10塊不會太最好啦，在外面賣100塊嘞，但是我們賣5塊。他從打開箱子整理東西，標價錢該怎麼標？標高了怕賣不出去，標低了覺得自己虧本了。然後明明標得很低，人家還跟你殺價，就很這樣子哈。然後標得很高就被人家嫌，然後就覺得自己又不是故意，就是這個過程就是各種人生的滋味都在裡面，所以他們就說五味雜陳。這2張都可以一起吃。每戶嘅名全按樣來解，不過2圈成員當地感恩，都為了寄付應該資料留下來，用件事也係天發表示感謝。我們是五味屋，我是五味屋的小朋友，我叫小朱，有捐那個物資來，那收到了，謝謝您把那麼多的物資捐給我們。喺那裡其實咪係訓練成員面對生活應該容易。
你们会跟客人介绍吗？像这样有点小，会不会害怕？有一点，那现在呢？还是会，那你们会怎么跟客人介绍？就是叫老师陪我们去帮我们介绍。每部呢只空間係日本書台留下來嘅風古島建築。2年之前，險每半年拆鐵，地鐵路橋樓沙區20個大埤下，貴做兩件藝術重點。呢條生意對點樣嘅定位、空間設計、老闆們嘅裝修工程呢條都強下參加，呢條面對咧就很有大嘅歸屬感。好，这样子，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吗？你如果是客人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放比较好？你試試看。那不然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杯麦顶贴这边给客人看，然后这样子看客人，好吧？呢副嘅生意大體係父權社區嘅生意不過主村出大地發電時，阿妹咪強下做主顧，上次阿妹冇喊配機，佢喊冇時間湊貨茶來。就在丰田閒逛，然後逛一逛就逛到五味屋啊。然後媽媽說以後要那個帶我來那個做工，然後我就說那還不如現在直接做，然後就進來了。然後那一天剛好在大整理，然後就聽到一個那個樂高，那個在外面要絕版價3000多塊，五味屋只賣100塊。他对于商店的经营就开始会有一些概念，然后他会看到东西，他会想说，哎，这个如果在五味屋的话可以卖多少钱？然后他会关心说，哎，五味屋他今天的营业额是多少？这样的话，他可以再多做多少事情？那他也会把五味屋的故事告诉他其他地方的朋友，希望他们来花莲的时候可以多带1公斤的东西到花莲来旅行，然后把这1公斤的多的1公斤留在五味屋。生意在後咧，除了開店做生意，倉庫還係幾條輕薄嘅必備素材。Hello， 集合一下，我們準備要整理倉庫了。後面的，來吧，你要尋寶了，等一下再一起尋寶。我們先把正事做完。你喜歡來倉庫這邊嗎？為什麼？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衣服、玩具、娃娃，像尋寶一樣的。上面有什麼嗎？這個比較重哦。不要重，小心哦。你找到什麼寶貝？秘密。吃飯了，快點，我們坐下來才能一起開動。好，我們要保持安靜，午餐長才可以開始講話。今天我們的午餐長是娜娜。好，要大聲哦。大家請開動。大聲啊！謝謝。當做係困難時間之道，大家湊好強下說照，日餐盤是係兩條生意自家傳來嘅。每屋兩下就條名上，從頭為做公共行來。成立過後，還係老社區就嚟，還都會連結。140，可是因為阿嬤是我們村子嘛，哈，好，然後要乘126，跟阿嬤說125就好了。好，謝謝。我帶薯粉過種筍條哦。係哦。係。你從條回來買東西啊？會啊，逐禮拜回來啊。生意呢，就嚟咪復活啊，就嚟為訓練的生意學怪，嘿，較第時親啊，嘿，好。你知道粗一點的意思嗎，偉琪？你要教阿嬤怎麼用，不然阿嬤會按出紅色的。我一個孫子在這邊啊，天未光就起來啊啦，冇事創下水凍住，反正26塊開始就咯，唔算冇咯，反正就要跟你看一下，哈哈，不遺憾老熱對位啦，好。行不遺憾。有沒有遇到一些好笑的，或是很糗的事？有，就是有時候我們在算賬的時候會算錯，然後跟別人收錢的時候會收錯，然後再重算一次的時候就要還給他錢。現在還會嗎？不會了，都熟悉。對。生意地點唔但搶做得好，用百年做生意，老人告白，當日還有先生老主顧為土人大家圖書寫詩兩道。
原来狮子不小心掉进猎人设下的陷阱里，被网子网住了。你看，看我了，猫看着门外，松鼠在地板上来来回回走着。一个字而已，擦掉写进去的，一个字而已，你也要那样子。甲大细年动作差不多是，无像要按顺符的啦，从细就安尼哦，土等台的，有人拍阿公阿妈土的啊安样的。都加到神风啊，没好动作。我们等一下骑单车去哪里？要去做什么？动乐车。好，这边有些小朋友已经骑过了，所以你们知道，那有很多人是还没骑过的。两日主公老先生为图小儿协助乐心法，为图出门自然出入，动作的清空可能会发生。老人呢？你要告诉我，没关系，老脸我会修。我们都会看，对，好不好？所以不止。所以老脸可以跟我讲一下，可以吗？对，没有问题。玉如，我们试试看，没有问题。我们把这边挖松，因为植物的根不喜欢太硬的土，如果太硬，它的根会发不好。这只蝸牛是活的，如果浇完水之后它倒了怎么样？浮起来。浮起来了，那表示我们没种好，表示压得不够紧。那这边再一点好不好？主要就是我们有几个孩子原本是发想说想要种洛神花，然后可以产生一些可能他们之后还会有制作啦、销售的一个过程。那所以现在就是进行到育苗，然后在种植的这个阶段，其实不止种洛神花，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团队默契跟遵守规则的那个部分。大家法团督促几个人员，声音的力量确实没有改变。我们自己设定几个目标啦，哈，一个就是自我的那个认识跟价值感要好，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无所谓啊，然后反正我就这样啊，吊儿郎当啊这样。那这个部分要潜移默化，就是然后一直给鼓励，然后他觉得自己真的不错。来，现在呢，我们那一边叫做第一组，那边叫第一组。我先入到两下，每副嘅聲音啊，來來去去，係個確貼了啲俩，先生出嚟做就能同嘅家庭訪問。比较辛苦的应该是说，因为孩子们的每一个背景跟家庭的状况差异都很大，所以我们其实商店只是我们都说的比较白，就是说商店其实是个幌子，我们不是真的要做生意，因为我们不会做生意啊哈。那我们真正做的事情是去了解这些孩子在他的学习跟生活里面需要什么帮忙。那所以常常是商店以外的时间，晚上我们还得去孩子的家里，好去跟他的家人做某些沟通跟谈话。大家聲音啊，都做武漢嘅可能，現在嘅堅持係希望兩條聲音啊，做得為家鄉帶來冇強弱嘅新氣象。他们留在家乡，因为我们这样的陪伴，他可能不一样。那他的不一样可以带来给他家乡很大的不一样。那家乡不一样，就变成一个相互扶持的一个力量。这些孩子他10年后，我们相信会给家乡带来一个不同的景象啊。那但是一定得要一直做下去才行。